呢次帶大家睇下石岐第4代住宅，即係盧兜總理食過，肇慶總理都食過，香山總理食過未啊？建發龍湖香山頌，石岐首個第4代住宅，7分鐘內幫你做個總結，優缺點全部講晒啊！覺得漏咗嘅歡迎評論區補充啊，嫌時間長嘅先收藏或者下載慢慢睇啊。想要了解龍湖嘅就睇下呢個視頻啦。但因為樣板房未出啊，暫時只能夠通過官方公布嘅數據去了解㗎啦。都係嗰句話，買佢咧睇中佢個130%得房率咧，定係睇中佢個9年優質書包啊？雖然佢單價吹風價係2字頭，但講真嗰句啦，佢哋嘅套內單價真係唔高㗎。因為你去到銷售中心或者展廳咧，嗰啲銷售一定會幫你做個折價書嘅。而講真嗰句，佢哋嗰個總價其實都幾高下嘅，俾條數大家睇下先。因為講佢單價低咧，主要係因為佢套內使用單價。偷換下概念啊，按照翻得房率130%計算咧，117方個套內得房面積去到153方啊。咁按照翻我哋吹風起步價2萬單價計算咧，總價起步就要234萬，但套內單價只需15000嘅。而按照翻周邊賣緊嘅新房計算咧，天明東華閣毛坯單價接近15000，得房率唔算高，因為佢贈送唔多，最多就85%左右得房率嘅啫。咁按照翻套內單價計咧，17000方毛坯。而最近清盤嘅華發學府1號啊，139方，唔講嗰套樣板房啊，另外一套2樓嘅得房率95%左右，贈送3個陽台，最後一套17000左右嘅，總價236萬，套內面積132方，套內單價接近18000，係咪咁樣計？喂，第4代住宅好似好筍咁喎。而其他樓齡更長嘅二手房咧，其實都唔需對比㗎啦，因為佢哋嘅得房率更低，而且你上車成本其實冇買二手房咁多㗎，因為二手房仲要翻新或者重新裝修啦。當然我講緊嘅係同一個套內使用面積嘅一個產品啊。雖然總價最低都要200幾萬起步啊，但1.5成首付放喺度啊，其實即係就40零萬可以解決問題咯，8000幾起步個月供。但你又接唔接受到咧？咁如果真係頂唔順嘅，其實可以睇下周邊啲二手或者其他新房嘅。畢竟我哋始終都係要睇餸食飯啊嘛。而項目咧位於呢個石岐總部經濟區，就讀嘅就係岐江實驗小學，對面馬路就到㗎啦，真係目送式教育啊！仲有一個就係石岐中學啦，南面就係鳳鳴湖公園啊。雖然個公園唔大啊，但都幾多人去嘅。而項目距離萬象匯咧、富日城咧、石岐大信星河商圈、山姆等等啊，都係10分鐘車程可以到達。另外一個就係1公里範圍內咧，佢有2個地鐵站啊，即係雙地鐵啦。直線距離最近嗰個就400米，直線咧就一條路嘅啫。但係呢個作用對你大唔大咧？我覺得可能等你小朋友長大之後咧，個作用會大少少嘅。而項目咧就分3個面積段，全部都係獨梯獨戶設計。北面靠近大山南路嘅就係32層嘅117方嘅4房2廳2衛，兩邊各3棟合計6棟嘅就17層高嘅138方嘅4房2廳3衛，中間3棟就16層高嘅169方嘅4房2廳4衛。不過其實龍湖呢套嘢咧，同保利有咩分別啊？嗱，電梯出嚟公共空間你用嘅，然後呢個就臻越以前嗰個結構連板嗰間房啊，突出嚟呢個上面冇頂嘅咪個露台咯，呢個咪就係陽台咯。客廳對出陽台啊嘛，而錯層嗰戶啊就嗰個父母房對出嚟呢個位置就露台啊嘛，同樣又係270度採光窗。咁其實呢個位置無非係做個飄窗，偷啲面積俾業主用啫嘛。咁當然咧，佢龍湖同保利都有一個唔同嘅，呢棟高層係117方，但係呢個咧就係169方㗎。169方咧，佢贈送部分多咗就係呢個位置，北面咧仲有個陽台，即係飯廳對出係個陽台㗎。嗱，呢個138北面係冇陽台㗎，117嘅北面都係冇陽台㗎。全系列都係全南向設計嘅，南北對流系列咧，雖然唔係個個產品都係雙陽台啊，但係佢採光都唔差，北向都做翻個採光窗㗎。咁做窗嘅目的其實就係為咗送多幾個方嘅飄窗面積俾業主嘅啫。電梯對出就係公用位置，可以俾業主私人使用㗎。但做書房有冇必要啊？因為呢條通道真係可以通㗎，估計都做啲鞋櫃放其他垃垃雜雜外出用品得㗎啦。新規 LDKG 設計啊，從陽台 B 改成呢個花園 K， 全系列機偶數層搭配6米高嘅大露台啊。呢個機偶數層就區別在於咧，呢個露台喺客廳對出嘅左邊定係右邊嘅啫。南向採光面最大去到21米，最細都接近18米，徹底拋開市場上面所有嘅二手房源啊。而戶型方面嘅對比，117方嘅4房2廳2衛，電梯出嚟就10個方嘅玄關位 ，LDKG 空間接近33個方，客廳開間4.5米，南向採光面超過17米，主人房贈送空間都比較多，雙面270度採光，採光係其次，主要係都係嗰句話，飄窗送得多。新規飄窗可以飄80公分嘅，陽台加露台面積去到18個方啊，139方戶型就117方嘅升級版，佈局幾乎一樣，就係多咗個套房嘅啫，因為佢呢個就係3衛啊，但130%得房率就係對比緊次新房200方嘅戶型啊，雙套間設計，仲有就係主人房同埋洗手間贈送空間會更加多，開間4米啊，LDKG 設計空間直接去到44個方啊，客廳開
開間5米1，全南向面超過19個方，露台進深3米2，陽台加露台使用面積都有24個方啊，169方更加誇張，4房2廳4位佈局，雙陽台設計，對比市場見面240方嘅戶型，餐客廳橫廳空間去到64個方，開間8米足夠可俾你做多間書房，電梯對出嘅私人空間有17個方，南向採光面21.2個方，足夠可以俾你放4台小鵬嘅X9並排喺度噶啦，陽台加露台面積去到34個方，咁缺點方面啊都幾明顯噶。第一點，大露台下面嗰間房咧採光一定差啊，即係你樓下個鄰居啊。第二啊，地塊我哋測量到啦，佢最長就係240米嘅啫，咁3列4排嘅佈局啦。當你最南同最北邊各留5米做綠化，再扣翻4棟建築物佔你嘅10米空間，拉平均數其實就樓間距50米唔夠噶。而第三從沙盤我哋可以睇到，項目產品係點樣式排列佈局啊？前後嘅樓間距，即使你可以接受到凳側面望內園嘅主人房私密性咧一般般啦，望路嘅主人房可能會更加好。雖然佢對馬路啊，但兩邊馬路並唔算嘈嘅，因為佢哋唔係主幹道啊嘛。如果真係要推薦嘅，最前面一排2棟係139方，同埋左右139方對外嘅戶型，已經去到呢個價位，其實我覺得唔需要擔心呢個對內或者對外佢差價去到幾多。如果同一層樓層咧，佢只相差10萬，我覺得已經唔係你糾結點啊。因為我哋需要嘅就係私密性啊嘛，因為估計有排俾你住嘅。仲有就係最後2排高層117方，或者佢個景觀係一定唔會差嘅。反正產品全南向嘅，北面大南沙路都影響唔到你㗎。咁你哋覺得咧有冇補充啊？評論區講下，關注我，留意下一期。嗱，關注我啦！